以下我會讀出今日講到嘅經文。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12章1至21節。馬太福音12章1至21節，請聽我讀出。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摘麥穗來吃。法利賽人看見，對耶穌說：看啊，你的門徒在安息日做不合法的事了。耶穌對他們說：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饑餓時所做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他怎麼進了神的居所，吃了供餅呢？這餅是他和跟從他的人不可以吃的，唯獨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記的，在安息日祭司在聖殿裏犯了安息日也不算有罪。你們沒有念過嗎？但我告訴你們，比聖殿更大的在這裏。我喜愛憐憫，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猶太人的會堂。那裏有個一隻手萎縮了的人。有人為了要控告耶穌，就問他：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在安息日掉進坑裏，不抓住它，把它拉上來呢？人比羊貴重得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法的。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原了，和另一隻一樣。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除掉耶穌。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裏，有一大群人跟隨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又囑咐他們不要把他宣揚出去。這是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話：看啊，我所揀選的僕人，我所親愛、心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他不爭吵，不宣嚷鬧，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直到他使公理得勝，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聖經讀畢。今日好高興，我哋請到許樹元弟兄為我哋證道。講題係：你們沒有念過嗎？我哋將時間交俾許樹元弟兄。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多謝鄧執事同我讀出嘅經文。咁今日個題目有啲特別，因為係耶穌喺一個好短嘅經文裏邊問咗2次呢個題目：你們沒有念過嗎？咁如果佢問1次，我哋都要留意啦。如果佢問2次咧，我哋要更加留意。所以我希望咧將我對呢段經文嘅理解，今日同大家分享。開始嘅時候，或者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天父，多謝你俾我哋可以係響主日裏邊係有休息嘅時候，可以聆聽神你嘅説話。神你求你係開我哋眼，開我哋耳，開我哋心，亦都幫助我係可以將神你嘅信息係表達出嚟。我哋咁樣嘅祈求係奉我哋救主耶穌嘅名。響4福音當中咧，馬可福音同路加福音主要係跟住耶穌嘅時間次序將耶穌嘅事蹟係記落嚟嘅。而馬太福音有啲唔同。使徒馬太咧，佢有啲時候咧係特別將一啲有關嘅經文咧係擺埋連起一齊，係帶出一個信息。咁今日嘅經文咧就係呢一種嘅信息，因為喺聖經裏邊咧，原來係喺馬太福音第11章嘅事情咧，係喺12章之後先至發生嘅。咁但係馬太係有個原因咧，我相信佢有個原因係將
馬太福音嘅第11章擺前先至寫第12章。咁今日我嘗試去同大家去解釋。我上一次嘅講道係講施洗約翰被囚嗰個時候，嗰段經文咧喺馬太福音嘅第11章嘅前半部，而馬太福音第11章嘅後半部，即係我哋今日講到呢段經文之前結尾咧，就係有關耶穌基督係去責備一啲嘅城市，一啲喺猶大境內嘅城市嘅人，見到耶穌基督行好多神蹟咧，佢哋都唔相信，反而係喺外邦人嘅城市當中，好多人見到耶穌基督嘅神蹟，就係去相信同埋跟隨佢。咁呢度似乎係一個序幕，就係講到咧呢個嘅神耶穌基督嘅福音咧，已經開始從猶太人當中係轉向外邦人。咁而喺十二章之前11章結尾咧，使徒馬太咧特別係將一段經文係記錄落嚟，就係耶穌基督講佢話：凡勞苦擔重擔嘅人都到我這裏來，我要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咁今日我相信咧，我哋如果睇12章呢3段嘅經文咧，會係跟住第11章結尾嚟睇，因為我相信係馬太佢嘅安排係專登將耶穌基督呢個咁重要嘅宣告，係喺嚟緊我今日講解釋經文嗰3段經文裏邊係去幫助我哋明白嘅。咁我相信係特別係提到安息嗰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會將12章頭嗰一半咧係1到12節分開3段去講。第一段係講安息日，第二係耶穌基督醫病，第三就係馬太係去引用翻以賽亞書42章解釋呢個彌賽亞嗰個嘅特質。響第一段經文裏邊咧有耶穌基督問咗2次：你們沒有念過嗎？跟住佢就話：如果你哋明白呢個意思，就唔會將無罪嘅當做有罪。咁因為佢呢度咧引用咗好多係舊約嘅經文，咁所以咧我會首先解釋我而家括住嗰4個安息日、大衛嘅故事、祭司嘅事，同埋係我喜愛憐恤、悲哀祭祀呢4段嘅經文先。咁我解釋完之後咧，我就再嘗試去將我對馬太福音佢嘗試想帶出嘅信息係同大家去解釋。咁首先我哋講係安息日先。安息日咧喺舊約裏邊都係有提過幾次嘅。第一就係喺創世記，當神創造用6日創造天地嘅時候咧，第7日佢就停止嘅創造嘅工作。我想大家留意咧，呢度講神安息了，歇了他所做嘅一切嘅工作。呢個工作係講係創造之工，意思即係話咧，神唔係唔再做工作。安息日神仍然係將佢創造嘅工作係維持。咁所以響到後來即係耶穌基督響約翰福音亦都喺安息日喺畢士大池醫好一個38年嘅病人嘅時候咧，佢就提到佢話：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咁即係話咧，天父喺安息日仍然係做緊事，佢係維持緊佢已經創造咗嘅工作。佢喺第7日停止再創造新嘅事物嘅意思咁樣。咁所以安息日本身唔係表示唔做嘢，而係神係話我唔再做新嘅創造嘅意思。好啦，咁即係話我哋睇到咧，呢個安息日係神定出嚟嘅，係佢話事嘅。嗰日神係安息日嘅主，呢個係第一點。而第二段經文係喺十誡嗰度，要守安息日係其中一個嘅誡命。咁呢度提到咧，響出埃及嘅20章提到佢話：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點解咧？因為你6日嘅勞碌做你一切嘅工作，即係你自己要做嘅事，嗰啲勞碌咧就要停啦。第7日唔好做你自己嘅事，係要嚟當守安息日，係向你耶和華你嘅神去守嘅。咁即係話咧，原來神係俾安息日我哋有2個原因。第一，等我哋可以休息，呢個係神嘅恩典即係我哋嘅勞碌要停1日。第二就係有時間去親近神，
敬拜神，同埋係與神和好。即係話我哋敬拜嘅時候，如果我哋做錯事嘅，我哋向神嗰度認罪，與神和好。呢個先至係安息嘅意思。安息嘅意思唔係話我唞咩都唔做。安息嘅意思即係話我係將我如果要有嘅罪，係將神同我阻隔咗嘅，我清除咗佢，與神和好，有翻呢個關係就係安息咁嘅意思。咁所以喺馬可福音都提到，就係安息日係為人而設，好叫人可以休息，好叫人可以係有時間去親近神，去與神和好，去敬拜神。咁呢個係第一點。好啦，跟住馬太引用翻耶穌基督提過兩件事，第一個係大衛嘅事。咁我要講翻大衛嘅事先，因為大衛咧當時佢引用呢段經文咧，係講大衛佢哋入咗去帳幕嗰度食咗啲祭餅，嗰啲祭餅咧係應該祭司先可以食嘅。咁當時個故事係咩事咧？就係大衛係被掃羅王追殺，咁佢同佢啲手下咧去到一個地方叫做拿伯嘅地方，咁就遇到個祭司亞希米勒。咁佢就問亞希米勒有冇5個餅或者係類似嘅食物俾到我哋？咁祭司就同大衛講，佢話我手上咧係冇其他尋常嘅餅，只有聖餅。佢話如果你哋啲跟你嗰啲年輕人係冇親近過婦人嘅咧，我先可以俾你哋。咁大衛就話我哋冇親近過，呢3日都冇親近過婦人，所以咧祭司就將呢啲聖餅就俾，因為冇其他餅，所以祭司就將呢啲餅俾咗大衛佢哋食。嗱，呢件事之後咧未完嘅，最後掃羅佢哋追殺到拿伯呢個地方，佢揾到亞希米勒，佢知道亞希米勒幫過大衛佢哋，俾嘢佢哋食，跟住佢就叫啲左右嘅侍衛，你哋去殺耶和華嘅祭司。嗱，係被耶和華膏立嘅掃羅王下命令要去殺耶和華嘅祭司。咁佢啲手下驚到都唔敢啊！聖經嘅記載，掃羅嘅臣子卻不肯伸手殺耶和華嘅祭司，呢個大罪嚟嘅喎。但係一個俾神膏立嘅掃羅王，下一個命令要殺祭司，咁佢自己以色列人唔肯去殺，佢揾嗰個以東人去殺，揾個以東嘅手下多益去殺祭司。其實嗰日係屠城嚟嘅，點解咧？聖經度記載，着嗰啲細麻布以弗得嘅，即係祭司制服嘅，有85人，殺晒，亦都係殺埋城裏邊嘅男女、孩童、吃奶的牛同羊驢都殺盡。掃羅王做咗一個好大嘅惡，因為佢自己嘅利益受損，佢去屠城殺耶和華嘅祭司。咁點解耶穌基督要引用呢件事咧？應該我哋去再睇一睇嚇。跟住咧，耶穌基督又引用第二個經文，就係講祭司嘅工作。咁我哋睇聖經舊約裏邊咧，頭嗰5本經書都好多講祭司嘅工作，就係例如話喺安息日嘅時候要將嗰啲祭餅擺好，每行6個咁另外就要係去安息日要獻祭一隻嘅公羊要獻上。咁祭司喺安息日工作係正常嘅咁，但係個問題嚟啦，點解佢耶穌基督要引用大衛同埋祭司呢兩件事咧？我哋啱會再睇埋落去咁第3段嘅經文，我哋會睇就係祭司度即係祭司度係做工作係正常嘅咁我哋啱會睇下點解耶穌基督會引用祭司嘅工作。第4段我要解釋嘅就係耶穌基督引用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呢段經文嘅背景。呢段嘅經文背景咧係何西阿先知喺以色列國亡國之前，即係被亞述人打敗之前寫出嚟嘅。當時以色列嘅人係已經係拜偶像到個地步咧，係已經離棄神。咁呢度講主説，主就係耶和華。佢話以法蓮啊，我可以向你做啲咩嘢咧？猶大啊，我可以向你做啲咩嘢咧？因為你啲良善已經冇晒，好似係啲雲霧速散嘅甘露已經唔存在。跟住佢話：我藉先知要砍伐佢哋，我口中嘅話要殺戮佢哋。即係我呢個係主耶和華。
跟住個對象就係他們，就係呢啲嘅以色列人。跟住呢度神就講，佢話我嗱，呢個我啊記住嚇，係耶和華係神，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其實意思即係話我喜愛你哋有憐恤，我唔喜愛你哋嘅祭祀。我喜愛你哋認識神，因為如果係我喜愛認識神，即係如果神喜愛認識神係冇意思，係咪？神喜愛你們認識神，即係話呢句説話要解釋就係話我喜愛你們憐恤，我喜愛你們認識神嘅意思。呢兩個係一齊嘅，雖然響新約裏邊淨係提頭嗰段，但係對當時法利賽人好熟舊約經文，佢係一句去明白嘅，即係講前邊佢就知道講埋後邊意思。咁呢個憐恤係以認識神做基礎，冇認識神係唔識真正神嘅憐恤嚇，所以我哋要記住嗰個背景。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咧，神真正渴望嘅係一個人因為認識神之後，心裏邊有改變而學得神嘅憐恤、神嘅愛嚇，而神唔喜愛一啲外在只有外在嘅敬拜而冇內心改變嘅敬拜嚇。咁即係用翻現代術語就係話，神唔希望我哋口裏尊崇佢，但係心卻遠離佢。啊，我哋要有對身邊嘅人有憐憫、有愛嘅心，先至活到真正神嘅樣式。係要呢個憐憫係要從認識上帝開始，嚇就唔係靠條文去遵守而達到可以有內心嘅改變，係要靠認識神。以前我用嗰個例子就係亞伯同該隱嘅獻祭。嚇，因為以前上一代嘅華人嘅牧者咧，就有時提到佢話神係接受咗亞伯嘅獻祭，因為佢係送係羊係流血，而佢唔要該隱獻祭，因為佢獻啲係嗰啲可能生果啊，可能係蔬菜啊咁樣嚇。咁其實呢個唔解釋係唔啱嘅，因為我哋要解呢句説話咧，我要留意嗰個結構。我讀一次，特別大家聽聽。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係神係睇重一個人心先。一個人當佢有個敬畏上帝嘅心，神就接納佢嘅供物，就唔在乎佢供物係啲咩嘢嚟。嚇，係睇人心先，係睇你係咪有敬畏上帝嘅心。而佢睇唔中該隱，卻不看中該隱，先至係唔要和他的供物。咁嘅意思嚇，所以該隱一聽到就嬲啦。你睇到佢個心裏邊係唔順服神嘅嚇，唔順服神嚇。咁所以我哋睇到神嗰個心意喺度，係話俾我哋知道，神係要一個人係認識佢之後學得憐憫，對自己對其他人有個憐憫，明白上帝嘅憐憫，先至可以去學憐憫。好啦，我相信呢句説話咧，對馬太福音嚟，馬太使徒馬太嚟講咧係有特別意義嘅。我響讀經會時提過，有陣時當我哋代入去個角色裏邊咧，就會感受多好多嚇。咁我想大家睇一睇，去翻第9章，耶穌呼召馬太嘅時候，馬太係一個稅吏嚇。上2個星期前詹牧師講過撒該又係一個稅吏嚇。馬太都係一個稅吏。當耶穌基督見到馬太坐喺嗰個稅關嗰度嘅時候，對佢講：來跟從我。聖經就記載，他就起來跟從耶穌。佢做呢個決定其實好大嘅，因為佢跟從耶穌嘅時候，即係話佢以後唔可以貪污㗎啦。佢個經濟上唔會有一個保障，因為佢要靠神，唔係靠自己嘅財富。佢唔可以再貪污，佢唔可以再唔誠實。咁聖經就記載咧，耶穌喺屋裏邊坐席。咁路加福音就講得好清楚，就係馬太一跟耶穌就即刻請耶穌佢屋企，就請埋佢啲豬朋狗友一齊嚟。點解咧？因為聖經度記載好些稅吏和罪人一齊。咁所以馬太好好嘅，佢自己知道自己係咩身份，佢叫翻佢嗰啲朋友一齊嚟見耶穌。咁耶穌就同佢哋一齊坐席。跟住咧，法利賽人見到就對耶穌嘅門徒講：你哋嘅老師點解同稅吏和罪人一同吃飯呢？大家試想想，如果你係馬太，你作為一家之主，你安排緊一大班人喺你屋企度聚會，
有啲人走入你屋企裏邊，第一個挑戰你嘅客人耶穌基督，第二個挑戰你呢班稅吏罪人，佢就係嗰個稅吏喎，佢就係嗰個稅吏喎，係咪啊？即係馬太佢知道啲人睇唔起佢嘅喎，佢知道佢自己係稅吏同罪人，佢請耶穌去佢屋企，但係跟住啲宗教領袖入去踩佢哋嚇，踩場嚇，你挑戰針對緊嘅係耶穌基督同埋馬太加埋佢嘅朋友。嗱，我相信如果我哋喺馬太個角色裏邊，我哋覺得好難受。但係咧，你睇到耶穌點答啊？耶穌話：健康嘅人唔需要醫生，有病嘅人先至要。我喜愛憐憫，不喜愛祭祀。這句話嘅意思，你們去揣摩。我來不是召義人，而是召罪人。啊，耶穌基督好特別。耶穌基督好強調就係我係愛人有憐憫嘅，因為本身神係憐憫人嘅。我唔在乎你哋外邊嘅宗教嘅生活，好似法利賽人咁樣，好似好虔誠咁樣。啊，我係睇人嘅內心。啊，佢叫佢去揣摩呢件事。我係嚟去召義人，唔係召義人，因為冇一個義人，有嘅係自以為義嘅人。嚇，冇一個義人。我係嚟召罪人，即係話要一個人要知罪，先至可以明白神嘅憐憫。嚇，而馬太佢嗰一日，佢知道耶穌基督係憐憫佢，叫佢去跟從佢。嚇，我唔介意你係一個人哋睇唔起嘅罪人，你嚟跟我。嚇，呢個就係馬太當時嘅經歷。嚇，所以咧，我相信馬太佢特別再提翻我喜愛憐憫呢件事，因為佢知道耶穌基督憐憫佢，佢亦都唔介意啲朋友一齊去聽，因為佢希望，我相信佢都希望佢嗰啲朋友都可以聽到耶穌基督嘅道，係受到耶穌基督得到耶穌基督嘅憐憫。咁呢個先至真係安息，與神和好先係真係安息。嚇，所以咧，跟住去到第11章尾，佢講今日我解12章開頭佢嘅時候咧，佢就記載耶穌基督講安息，因為一個罪人如果得唔到神嘅憐憫寬恕，係唔會得到安息。啊，咁所以我哋今日會繼續去睇，就係究竟呢三段嘅經文點樣去幫助我哋明白神點樣帶我哋入去一個安息裏邊。頭先我提到耶穌基督引用兩件事，佢第一個件事係大衛王嗰件事。頭先我解釋咗個背景。如果我哋比較翻當時嘅情形同耶穌面對緊嘅情形咧，係好多相似嘅地方。大衛係已經高立咗嘅君王，但係未有權、未有人承認嘅君王，因為掃羅仲係在位嚇。而耶穌基督亦都係已經被施洗約翰施洗，已經被嗰個施洗唔係佢耶穌需要施洗，係一個高立嘅形式儀式嚇，高立嘅君王。但係佢哋兩個嘅王嘅地位，當時嘅人都唔承認佢哋。而掃羅王呢個政治嘅勢力係威逼緊大衛，而喺耶穌基督裏邊，政治嘅勢力已經形成，就係希律黨。希律黨係咩咧？希律黨唔係一個宗教組織，希律黨係政治組織。希律黨嘅人係支持希律王當權嚇，咁係當時嘅建制派。咁而文士法利賽人係代表宗教嘅勢力嚇，宗教嘅領袖，所以政治同宗教嘅領袖都係去迫害緊耶穌基督嚇，甚至係去謀害佢。咁而大衛嘅追隨者被迫害，同一樣喺耶穌基督嘅時代，跟從耶穌嘅門徒都係被迫害嘅嚇。咁所以我哋留意到耶穌基督引用大衛嘅故事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個隱喻喺度。當如果大衛係將來救主嘅預表，而呢個真正永恆嘅君王咧，就係耶穌基督。佢預嘅都係一樣被迫害啊，被佢自己嘅人去迫害。咁跟住耶穌基督再引用祭司嘅例子啊，祭司做響安息日做工作係正常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嚟啦，耶穌基督
唔係利未人嚟嘅喎。所以馬太響第一章開始嘅時候，一開始就講耶穌基督係猶大支派出嚟嘅喎。咁如果佢摩西之後只係可以利未人做祭司，咁耶穌係屬於咩嘅祭司咧？咁如果我哋留意翻響舊約裏邊得兩種祭司，摩西之前提過嘅就係麥基洗德嘅體系，就係當亞伯拉罕救完羅德嘅時候，佢遇到一個撒冷王，亦又係王又係祭司。聖經度講呢個祭司，聖經唔係講好多次，講過3次呢個麥基洗德呢個字。我哋唔知道佢個情形係咩人，但係我哋知道佢係聖經度講佢係一個永恆嘅祭司。咁響詩篇第11篇有好清楚嘅提到，就係話主對我主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體系，永遠為祭司。咁所以如果我哋睇翻舊約裏邊，為耶穌基督只可能如果係祭司，只可能就係一個麥基洗德體系嘅永遠祭司。咁所以即係話原來耶穌基督佢引用呢兩個段嘅經文咧，係表達緊佢就係呢個永恆嘅君王，亦都係呢個永恆嘅祭司。因為要帶人入去永恆安息裏邊，你要有祭司。而耶穌基督就係呢個嘅祭司。咁呢段嘅經文其實我哋喺希伯來書係更加有詳細嘅解釋嘅，因為佢話如果約書亞帶人入迦南，即係神應響啲應許之地就有安息，其實唔係嘅。如果已經有安息，就唔會再提其他嘅日子，必有另外一個安息日嘅安息係為神嘅子民流傳嘅。而呢度要我哋係去進入呢個嘅安息，免得學嗰啲唔順從嘅人跌倒，即係呢個入呢個安息係要經信而入去嘅。跟住佢又講到，我哋已經有一位嘅尊名嘅大祭司，就係耶穌基督。呢個大祭司並非唔可以體恤我哋嘅軟弱，因為佢曾經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冇罪嘅係邊個咧？就係講緊耶穌基督。所以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嘅去到施恩寶座嘅時候，得到神嘅憐恤，蒙恩惠，又係講憐恤。神要我哋喜愛憐恤，因為上帝係憐恤嘅。我哋要認識上帝，先至學到憐恤。到希伯來書繼續去解釋，佢話呢個大祭司嘅尊榮，只係神可以選擇嘅。咁而耶穌基督就係呢個父神講：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嗰位。亦都係照着麥基洗德嘅體系作為永遠嘅祭司。所以新約裏邊亦都係重新去解釋翻呢段嘅經文。耶穌基督引用呢兩件事，大衛係預表耶穌基督就係嚟緊呢個嘅永恆嘅君王。佢預表佢提到祭司可以工作，佢唔係利未嘅祭司，利未嘅祭司係有限時候嘅，會死嘅。只有佢係一個永恆嘅祭司，一次過係為我哋贖罪。好啦，如果我哋明白咗呢段之後咧，我哋再留意翻呢3句嘅經文。呢3句經文好重要啊，或者我慢慢讀一次。但我告訴你們，呢個我係邊個啊？係耶穌基督，係咪？耶穌基督講緊嘅，比聖殿更大的在這裏。比聖殿更大的係邊個啊？聖殿係比上帝嘅，係最大嗰位上帝。所以呢度係講上帝。跟住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呢個我記唔記得邊個講嘅？耶和華係上帝講嘅。你若明白這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有罪。無罪的就係耶穌基督，係咪啊？因為人子是我哋嘅主，人子係邊個？耶穌基督嘅自稱。我哋明嘅時候睇一睇耶穌基督，我哋諗清楚呢句説話，明白我嘅意思。耶穌基督其實喺呢3句説話裏邊係宣告緊，我係與上帝同等。但我告訴你們，我係耶穌基督，比聖殿更大的上帝在這裏。我喜愛憐恤，呢個我係上帝。
你哋明白就唔會將耶穌即係我當做有罪。人子係安息日嘅主。頭先我哋開頭睇舊約係耶和華係安息日嘅主，而家佢話人子係安息日嘅主。嚇，佢原來呢三句説話好似冇直接講。如果我哋留意翻佢講舊約，叫我哋你冇念過嗎？諗清楚嘅時候，其實原來耶穌基督係宣稱緊佢就係上帝咁嘅意思。嚇，咁所以喺哥林多前書度再一次印證翻我哋呢個嘅睇法，就係話神使那無罪嘅替我哋成為有罪，嚇，好使我哋喺他裏邊成為神嘅義，嚇，咁嘅意思。亦都係講到嚇呢個太初有道，嚇，道與上帝同在，嚇，耶穌基督就係呢個嘅絕對真理嚟到我哋當中，佢就係上帝。耶穌基督佢咁樣去間接宣稱，對一啲屬舊約嘅人嚟講，係睇到佢自己宣稱緊佢係與上帝同等，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嚇，佢唔係單止犯安息日，猶太人要殺佢，因為佢要當安息，佢係將自己同上帝當為平等，啊，呢個就係嗰個原因。好啦，解完第一段經文，我哋睇到真正嘅安息係要藉住神嘅憐憫，啊，神作預備安息日係俾人有休息，可以去認識佢、敬拜佢、同佢和好。跟住我哋再睇第二段嘅經文，一個萎縮咗手嘅人嘅手係用唔到嘅嚇，因為佢冇咗啲血氣喺度。咁但係呢段經文好特別嘅，耶穌基督離開咗個地方，去到猶太會堂裏邊，見到呢個隻手萎縮咗嘅人。咁路加福音就記載，當時係文士同法利賽人係要為咗控告耶穌，就窺探佢會唔會喺安息日醫病。有咩特別咧？你估佢哋信唔信耶穌基督可以醫病？信。佢信耶穌基督有可以行神蹟醫病，係想窺探佢，想揾證據去告佢，係咪好奇怪啊？即係如果我諗下，我正常嘅人，如果我知道一個人可以行神蹟嘅，我都可能敬畏三分先，係咪啊？唔知佢咩背景，但係佢哋係想，佢知道佢可以做神蹟，就希望佢喺安息日做神蹟，就可以去告佢，好特別啦嚇！咁跟住就去挑戰耶穌基督，話安息日治病合唔合法？耶穌就同佢講問翻佢一個問題。嗱，我其實你留意翻咧，經常有個pattern 啊，有個嘅規律。當一啲人唔係真心問耶穌嘅時候咧，耶穌基督唔會直接答嘅。佢問翻個問題要你諗嘅，係咪啊？我講幾次都係咁樣。佢話：你哋如果邊一個有隻羊喺安息日跌咗落個坑度，你唔會去救隻羊啊？人係比羊貴重得多嚇，所以跟住耶穌就先至宣告一個原則：安息日做善事是合法的。啊，呢個係宣告嚟嘅嚇，唔係佢個認知，係一個耶穌基督嘅宣告，因為佢係安息日嘅主嚇。嗱，跟住嗰段咧，我就喺馬可福音嗰度引用出嚟，因為馬可福音比較講得詳盡啲嚇。喺第13、14節咧，我就用馬可福音呢兩段去講出嚟。跟住耶穌就對呢個隻手萎縮咗嘅人講：站起來在當中。跟住佢就問眾人：佢話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害命，邊一樣係合法嘅？但係佢哋唔敢出聲。耶穌就好嬲咁望住佢哋，因為佢哋嘅心嘅剛硬而憂傷。咁嗰啲人就話：耶穌就對嗰個人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原了。跟住法利賽人立刻出去同希律黨人商議怎樣除掉耶穌。我想大家留意翻馬可福音嘅第4節，耶穌呢嗰度講響安息日行善救命係邊個咧？就係耶穌基督。行惡害命係邊個？就係法利賽人同埋希律黨。嗱，原來佢哋響馬太福音就係講法利賽人出去，響馬可福音就講埋佢
佢出去係同希律黨嘅人一齊商議除掉耶穌。點解要揾埋希律黨咧？因為宗教領袖係冇權判死刑嘅。佢要揾一個政治有關係嘅，用政治罪去告耶穌。所以最後耶穌基督嘅罪名唔係宗教上，係話佢係王，係政治嘅王。咁就令到羅馬負責即係羅馬派嗰啲嘅長官開始擔心係政治嘅動亂，係用政治罪去入佢，唔係宗教罪去入佢。咁但係留意一樣嘢就係，如果法利賽人因為耶穌喺安息日犯規，佢嘅回應就係謀殺，邊樣重要啲啊？所以你睇到啲人一個心一剛硬、扭曲咗嘅時候咧，原來我哋好多嘢係調轉嘅喎。所以成個故事再留意翻，好多嘅位置係顛倒嘅。原來我哋喺罪裏邊，罪將我哋嗰個認知價值觀扭曲嘅時候咧，我哋好多嘅事係調轉嘅。喺呢度我哋睇到嚴守法律形式嘅法利賽人、宗教領袖對人缺乏憐憫，將無罪嘅變成有罪，將喺安息日合法嘅事變成唔合法，將動物高舉於人。明知耶穌可以做神蹟，卻揾藉口去殺耶穌。受造者揾機會去殺創造主。宗教領袖嘗試去殺祭司，係咪好似掃羅王啊？殺祭司，殺晒佢哋。政治領袖嘗試去殺君王。對一個萎縮咗手嘅人嚟講，法利賽人係利用佢，而耶穌係憐憫佢。睇唔睇到嗰個顛倒嗰個位置？其實今日我哋一樣嘅喎。如果我哋唔認識神，唔認識神嘅教訓，好多時我哋都會將個位置顛倒。其實聖經講聖靈嚟到就係要將我哋為罪為義，即係令到我哋自己知罪。我哋今日例如話，我哋好多時我哋聽到耶穌基督行苦路，十字架度受被鞭打，我哋可憐耶穌、憐憫耶穌、同情耶穌，錯嘅喎。有罪嘅人向一個冇罪嘅人可憐，其實可憐嘅係我哋有罪嘅人，係咪啊？我哋都顛倒咗我哋同神嘅位置啊！咁所以我哋要明白就係，如果我哋喺罪個過犯當中，我哋價值觀係顛倒嘅。所以成件事你睇到喺呢度裏邊係完全顛倒嘅。咁呢度睇到耶穌基督係好怒目嘅視佢哋嚇，因為係咩咧？因為個心嘅剛硬嗱，心嘅剛硬就係呢個原因。今日我哋都好容易會心去剛硬嚇。我識有兩個朋友 ，A 係基督徒 ，B 唔係基督徒嚇，識咗好多年嘅啦。咁20幾年前佢哋有啲嘅誤會，但每一次聚會當中咧，唔係基督徒嘅阿 B 咧都嘗試去和解嘅，但係 A 都唔肯。雖然 A 係每個星期都係好勤力去睇聖經，但係20幾年都唔肯去和解。所以我哋好多時我哋基督徒都可以剛硬到個地步，就係我哋係完全拒絕神嘅教訓。我哋唔係唔響教會裏邊，但係我哋嘅感情、我哋嘅思想係好似個格咁樣。神中意嘅我就接受，唔中意嘅我就推開。呢個就係我哋最容易犯嘅心嘅剛硬。好容易我哋會變咗一個即係用神嘅教訓去責備人。好似呢度佢哋睇到法律嘅條文，加好多個規限，變成一個枷鎖。神嘅律法本來係叫人知罪嘅，但係人就要嚟去控告其他人，甚至去陷害其他人。呢啲法利賽人係唔識聖經嘅，佢哋係宗教領袖，佢哋最熟聖經嘅，佢知道耶穌基督有能力嘅，但係就用呢個機會去殺耶穌。所以我哋睇到人心嘅剛硬係好恐怖，係阻礙我哋去睇到同埋明白神嘅真理。
當我哋講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呢段經文嘅時候咧，有一個平衡嘅教訓就喺彌迦書嗰度係一樣嘅。佢話：世人啊，耶和華已經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嘅心與你嘅神同行。呢度要求三件事係一齊嘅，以公正公平嘅方式去對待人。你希望人哋對你點，你就點樣對人。呢度講唔單止係要憐憫，係要喜愛憐憫，有分別嘅喎。我要憐憫，如果神要我憐憫，我唔甘心樂意嘅，我夾硬做嘅，唔係真心。神唔要我哋啲假意，神要真心。所以如果我哋仲有一啲嘅朋友，我哋唔肯和解嘅，我哋要快去和解，唔好心硬。神要我哋喜愛憐憫，唔係要憐憫，要喜愛憐憫。我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如果我哋既要行公義，要神嘅公義，同時要憐憫，有個好好嘅例子就係瑪利亞嘅丈夫約瑟。當約瑟未知道瑪利亞係聖靈感孕之前，佢唔知係神嘅計劃之前，但係佢知道瑪利亞已經有懷孕。喺今日嚟講，如果未結婚，其中一個配偶做出你以為係即係出軌嘅事，會好嬲。可能喺啲報章上、媒體上就數臭對方。對方係賤男又好，咩都好，係咪啊？呢個係人嘅反應。約瑟呢條聖經度講係一個義人。英文唔係譯義人嘅，英文嗰度咧係譯係 faithful to the law， 係忠於律法嘅人。佢話約瑟係一個忠於律法嘅人。佢點做咧？佢想休咗瑪利亞。佢未知道係神嘅計劃，所以佢當時佢想做就話佢唔願意當眾去羞辱瑪利亞，係想暗地裏邊休她。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今日如果我哋係啱晒嘅，對方係錯晒嘅都好，都要有憐憫嘅心，留有餘地。因為我哋點樣得罪神，神都可以憐憫我哋。神要我哋去學，唔係行憐憫，係愛憐憫，係愛憐憫。但係我哋只可以係去認識神嘅話，先至個心可以改變去愛憐憫。咁呢度我哋睇到點解啲人心咁剛硬咧？呢度講緊兩類人，法利賽人，佢哋覺得佢自己嘅利益受到挑戰。因為耶穌基督講道嘅時候，大部分係喺耶路撒冷以外去講道。咁而佢哋就係睇耶路撒冷係成個宗教嘅中心，係佢哋話事嘅。而竟然有個教師走出嚟，係帶領咁多人威脅到佢哋嘅地位。而對希律黨人嚟講更加擔心，佢擔心就係當以色列人期望緊一個君王、一個彌賽亞、一個救主同佢哋立國嘅時候，即係會帶啲人去革命，推翻羅馬嘅政權。所以佢哋嘅利益受損。無論佢知道耶穌基督可以行神蹟或者唔行神蹟都好，佢決意要殺耶穌，因為佢利益受損。好，到最後我哋睇埋最後一段經文，呢度講到耶穌知道呢啲人想殺害佢，就離開嗰度，跟住佢醫好晒所有嘅人，叫佢哋唔好將佢宣揚出去。呢度耶穌基督離開，叫啲人唔好宣揚佢嘅神蹟，唔係因為佢害怕，而因為佢上十字架嘅時間未到。咁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因為係70個7、69個7嗰啲嘅預言係好準確嘅，係講到耶穌幾時要上十字架嘅，幾時被人除滅嘅。咁呢度今日唔係我今日講嘅內容。咁但係耶穌上十字架嘅時候未到，佢係雖然受到好大嘅迫害，但佢係會按住神嘅計劃去執行響十字架嘅使命。呢度響馬太福音特別係提到有幾個字眼係神揀選嘅僕人
係神親愛嘅喜悅嘅嚇。神佢會將神耶和華係將佢嘅靈賜俾呢個嘅僕人，佢會將公理傳俾外邦，跟住佢唔會喧嚷，唔會爭吵，壓傷嘅蘆葦佢唔折斷，將殘嘅燈火佢唔吹熄，直到他使公理得勝，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原來每句説話都有意義喺背後，咁大家嘗試去解釋。原來喺以賽亞嘅書裏邊咧，有4段經文係我哋叫做僕人之詩，就係42章、49章、50同埋52到53章。咁部分我哋都可能好熟悉嘅。喺第42章嗰度提到就係神揀選嘅，就係今日我哋呢段嘅經文嚇，係會傳個公理到外邦嘅。咁第49章亦都係提到係神揀選嘅，係外邦人嘅光，係被藐視、被本國人憎恨嘅。第50章係講到佢會扶持嗰啲疲乏嘅人，會俾人打同埋侮辱。52章就更加容易理解，就係佢冇佳形美容，被人藐視。但係最特別就係喺52章到53章度提到，就係佢會為人贖罪，亦都係個贖罪祭。就係耶穌基督係大祭司，亦都係個祭品。如果我哋睇翻第一段其實馬太福音佢可以 call 晒所有出嚟嘅，但係佢 call 最幾個係最精簡嗰幾段，就係佢係神所揀選嘅僕人，所喜愛嘅，所喜悅嘅。咁所以當耶穌受洗嗰陣時候，天上嘅聲即係父神嘅聲開，就係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愛的，我所喜悅的。跟住佢就講到，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原來呢度係講緊耶穌基督十字架上嘅死嘅事。我要將我嘅靈賜給他。而耶穌喺十字架嘅時候，就將呢個靈魂交翻俾天父，因為佢死就將呢個靈魂交俾天父。佢喺佢上十字架嘅道路，同埋喺十字架上，佢冇爭吵，冇喧嚷。佢對死前嗰一刻都係為罪人祈禱，而喺呢度裏邊，佢遇到所有可以醫病嘅，佢都醫好。咁最後咧有一段經文，我要詳細啲解釋，就係直到他使公理得勝，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頭先我講到祭司52章，即係以賽亞書52章度講個祭司，又係個祭品。希伯來書就解釋呢個就係耶穌基督，佢係將來美事嘅大祭司，佢用自己嘅血一次入聖所，成為永遠嘅贖罪祭。佢42章以賽亞書就係話父神將聖靈將個靈交俾耶穌基督。呢度希伯來書第9章14節就提到耶穌基督藉着永遠嘅靈，將自己無限嘅獻給上帝。佢祭司又係呢個嘅祭品，做咗我哋嘅中保。佢係一個無罪嘅祭司。咁最後要解祭，最後呢段經文同外邦人有啲咩關係咧？其實呢度想講就係話，當呢個永遠嘅君王、永遠嘅大祭司要帶我哋入去安息嘅時候，個方法就係要經十字架耶穌基督嘅死，同埋耶穌基督嘅復活。點解咧？如果要公理得勝，最簡單就係所有人有罪就一次過判晒，唔使搞咁多事。但係聖經度神嘅啟示同我哋講，舊約裏邊預言嘅彌賽亞會係為人受苦嘅，因為神嘅恩典係先行慈愛，後行審判。所以耶穌基督嚟兩次，第一次係拯救。神嘅恩典同埋憐憫係神嘅主權，按住神嘅公義，我哋就全部受審，都係死罪。但係神嘅憐憫先行出嚟，所以彼得喺彼得前書度，佢讚美上帝嘅時候，佢讚美主耶穌基督嘅父神，係照住佢嘅憐憫，藉住耶穌基督從死人復活，重生了我哋，等我哋嘅靈魂得救。真正嘅安息就係要解決罪嘅問題，要解決罪嘅問題就係藉住耶穌基督嘅死，為我哋贖罪。凡係信嘅人得救。咁所以原來神嘅公理要得勝，
神冇直接一次過嘅審判，佢哋先係行拯救、施憐憫。所以當耶穌基督死嗰一刻，馬太福音去到27章，馬太記載耶穌大喊了一聲，氣就斷了，有地震、洞磐石崩裂，墳墓都開咗。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出咗嚟，向好多人顯現。咁呢度提到一件事，係外邦人有關嘅事，就係百夫長同佢一同看守耶穌基督嘅人，呢啲係外邦人見到嘅事，就說他真是神的兒子。跟住去到《使徒行傳》，耶穌復活之後，彼得睇到異象，神俾一啲好唔不潔嘅食物落嚟俾佢，佢開始先明白原來神嘅救恩係俾所有嘅人，包括外邦人。所以原來成個救恩得又帶我哋入去安息。馬太福音想使徒馬太想話俾我哋知道，呢個耶穌基督使我哋入安息嘅方法，就係神開頭創造安息日嗰個嘅計劃，俾我哋有安息，可以與神親近，可以認罪悔改，與神和好。佢面對困難嘅時候，佢仍然係行公義、好憐憫。佢自己親身俾我哋睇到，呢個永遠嘅大祭司係俾人追殺嗰個，同舊約嘅預表一樣。而神嗰個嘅揀呢個嘅僕人，係用一個以憐憫、公義嘅方法去帶我哋入去神嘅安息裏邊。咁今日我哋結束嘅時候，可能我哋而家嘅困境係響聖經裏邊講將殘嘅燈火、壓傷嘅蘆葦。可能我哋會眾裏邊有好多嘅弟兄姊妹身體係唔好，可能我哋嘅工作壓力好大，可能我哋嘅經濟壓力又好大。但係呢度聖經度同我哋再一次提醒我哋，呢個嘅救主耶穌基督，呢個當時俾人迫害、俾人想去殺害嘅耶穌基督，佢嚟到當中，佢唔會唔記得我哋。咁我結束嘅時候，我係想讀一段嘅一節嘅經文。呢句嘅經文亦都係馬太福音使徒馬太特別喺最後嗰句寫出嚟嘅。咁呢個嘅記載咧，係而家新譯本同埋最新嘅中文譯本咧，都係咁樣翻譯嘅。佢度咁講，佢話記住，呢個係成本馬太福音第28章最後嗰句，記住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咁今日我哋好有福，我哋作為外邦人，原來耶穌基督個救恩喺舊約裏邊已經係預咗俾埋我哋一個。咁但係我哋千祈唔好心硬，我哋要對上帝嘅説話好認真，因為免得我哋喺教會裏邊心硬，就將好多嘅價值觀顛倒咗，變成我哋好似神咁樣，我要嘅我就接受，我唔要嘅我就拒絕。我哋要謙卑喺神面前，與神行公義、好憐憫，有謙卑嘅心與神同行。咁希望神嘅話祝福大家。多謝。